好啦，講咗好幾個月，隨住尋晚利物浦主場大勝熱刺5-1之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正式宣布佢哋成為今屆24-25年英超聯賽嘅冠軍盟主。賽前其實利物浦只需要1分就可以相隔5季之後再度染指聯賽冠軍。今次意義有一定大過上次。當然唔係因為高普攞或者係今次史諾攞係有咩特別嘅分別啦，而係呢對史諾本身同埋對球迷嚟講呢係一個特別嘅意義。要喺英超較第一季而攞到其中任何一個冠軍獎盃呢已經唔容易啦，仲要一攞呢就攞到聯賽冠軍。以一個之前只係較荷甲攞到冠軍嘅領隊嚟講，我相信球迷又好，連佢自己都好，喺季初時候都應該冇想象過尋晚嘅畫面啊！尤其是球隊之前經歷過高普嘅王朝，諗住佢嚟呢都需要時間嚟到整合，都同時要考驗佢荷甲跳嚟英超個適應性，同埋同新嘅團隊合作，加上而家係較豪門球隊啊嘛，咁多不確定因素之下，佢可以將隊波有適當嘅調控，而最緊要嘅係佢令到球隊英超差唔多成季入邊都表現咁穩定呢，真係一個成就嚟嘅，呢個係毋庸置疑。同埋呢，本身史諾同高普比，咁高普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哇，佢係一個大愛左膠嘅表表者，但係史諾呢就相對無論佢個人嚟講或者場上邊表現出嚟嘅踢法呢，都係務實嘅，亦都冇咁嘩眾取寵。對於史諾嚟講，可以複製翻法根同埋杜格利殊80年代中嚟就即刻攞當時都仲係甲組聯賽冠軍呢個寶座呢，又唔容易嘅。如果以外教身份嚟講，之前都係得干地喺16-17球季幫助車路士攞到，咁當然干地就非常擅長令到一支球隊好似打咗速效針咁樣，一接手就可以有機會攞冠軍啦。而家估唔到史諾都做到呢樣嘢。我喺之前嘅集數都有提過，上集都有講過，其實第二季呢先係對史諾一個考驗。不過呢個就後話啦，啲人員上邊又好，喺打法上邊又好，係需要作出調整嘅，同埋補給嘅。如果唔係呢，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可以維持到呢個強勢，或者再複製高普呢個王朝咯。加上呢，我諗未必個個會同意我呢個睇法，但係今季英超其他列強嘅水準都唔係強嘅，都係喺各有問題嘅情況之下，而更加凸顯利物浦可以一枝獨秀。個人嚟講呢，就覺得如果其他隊伍譬如曼城啊、車路士等等嘅表現真係好啲，去到最後隻路呢，就唔會係阿仙奴去嘗試挑戰利物浦嘅。不過無論如何都啦，對於利物浦球迷嚟講，絕對係琴晚係值得慶祝嘅一晚，因為上次高普攞聯賽冠軍嗰時呢，就正值撞咗肺炎大事件，個賽季係要被打斷，而最後完成翻，亦都唔可以喺咁多球迷面前嚟到頒呢個聯賽冠軍，而球迷亦都唔可以即時同球隊喺球場入邊分享呢個喜悅。咁今季呢就絕對可以做到啦。咁當然啦，雖然尋日利物浦主場就唔係尋日就即刻捧杯嘅，點都要去到最尾嗰場主場對住水晶宮嘅比賽之後先會正式捧杯。咁尋晚只係慶祝嘅一個起點嘅啫。咁提早奪冠之後，利物浦其實都可以進入放假嘅狀態，因為球隊已經冇歐聯去爭，足總杯都一早出咗局啦。所以好好彩呢，咁在之後嗰兩場，尤其是要對車路士同埋對阿仙奴就唔需要搏命啦。當然我相信史諾都唔一定用呢幾場就出多啲後備或者出多啲新嘅球員嘅，但應該就多啲空間可以咁做啦。咁睇下剩餘嘅聯賽，艾洛特同埋宗斯會唔會更加多嘅時候上場？咁個人更加覺得俾多啲機會長期後備嘅遠藤航同埋基艾沙上場啦。我都講咗，後者其實都非常希望繼續喺利物浦度爭一席嘅正選位，出到嚟其實都交到啲貨嘅，但係都真係有機會呢個夏天佢都有機會唔要佢。同時間呢，尋日睇到熱刺，我講少少啦。
普斯迪高路到而家咧都仲未被圍兜，就因為歐霸杯球隊真係入到4強，咁仲有個藉口同埋個理由唔兜佢嘅。尋日睇到咧，球隊嘅中前場可能仲叫做見得人嘅，但係後防就真係完全唔 OK 啊！兩邊都係多漏洞。咁雖然話說翻轉頭，你都仍然見到利物浦有幾個面對熱刺嘅攻勢，後防都有啲危危乎嘅感覺，亦都再次印證咗我上集講中堅位真係需要補強呢一點啊！咁但係當然甩漏程度一定係熱刺為大㗎啦。普瑞帶呢兩季似乎真係唔係好搞到兩邊嘅流動，尤其是如果有啲場次前邊主力嘅中前場球員要迎接傷或停嘅情況，我諗後邊承受嘅壓力會更加大。咁你可以亦都見到史諾今季嘅成功地方就係令到利物浦中後防係穩定咗，亦都因為本身嘅打法冇以往高普咁前壓嘅。嗱，佢就有調整嘅，同埋睇對手。有啲時候有啲場次你都見到佢做前壓，或者喺對方嘅後場逼對手咧都做得幾盡，但亦都有更加多嘅時候喺中後場度做翻平衡。雖然喺下半季我都見到中後場嗰度個動力活力同埋個對抗性冇之前咁強噶啦，同埋我都提過某啲場次呢，我講緊英超啦，其實球隊表現都唔係好啊。但係呢，往往喺長途賽入邊，喺唔係咁好表現嘅場次，佢又有攞到分，甚至贏到。咁呢個就係直接令到佢哋可以喺今屆英超一路領先住對手嘅一個重要因素。真係唔可以忽略呢點嘅，因為聯賽呢就冇可能場場波都打得咁好嘅，好少一支球隊喺場面上面38場咧都打得咁完美，係要識得喺某啲場次表現唔好嘅時候，可能靠個人啦、靠角球啦、死球戰術啦等等嚟到攞分，或者大家未必好中意睇嘅魚生粥戰術。呢樣嘢其實今季阿仙奴都有做到嘅，不過部分時間實在失分都太多啦，所以最後其實都係要講求球隊嘅穩定性。咁所以阿仙奴最後捱過季中主力輪流傷停嘅時間，喺季尾藉住球隊有翻復甦嘅表現嚟到歐聯又入到4強，而相反利物浦喺聯賽度發光，咁我係覺得非常之合理。咁所以兩隊波嘅球迷互串，一小部分球迷都有互相欣賞嘅意見發表出嚟，亦都係正常嘅。當然都見到部分利物浦球迷會有啲過火嘅言論。咁雖然今季球隊英超嘅表現都真係值得慶祝下，但係有啲言論呢，我覺得係要收斂少少嘅。咁你話至於球證今季英超對某啲球隊嘅判決問題，我諗都係要另外開一集或者一個 topic 嚟到講㗎啦。同埋呢樣嘢我都係成日覺得喺英超入邊呢係死症，執法水準同埋工會嘅態度基本上好難喺短時間之內會有好大嘅改變咯。當你見到已經被評為國內質素較好嘅奧利華，你都見到有不少爭議性嘅判決嗰陣時，你就可以想象成個球證團隊係會點樣啦。嗱，今季5大聯賽首先缺咗冠軍嘅就係法甲嘅巴黎聖日耳門啦。咁而家第二竟然就係英超就先定咗，我估下一個好快定埋就係德甲嘅拜仁慕尼黑。拜仁慕尼黑就只需要好似利物浦咁攞多1分呢，下週就可以稱王噶啦。因為你華古遜喺同佢衝刺呢1-2場波入邊呢都失分，把握唔到拜仁失分嘅機會，而我覺得差唔多要鬥到最後嘅就係西甲同埋意甲。西甲巴塞仍然領先緊皇家馬德里4分嘅，啱啱喺國王杯巴塞亦都嚼低埋皇馬。喺呢個爭冠路程上邊呢，心理上邊我諗佢哋係會拼先啲嘅，而安察洛提我諗越嚟越大機會季尾就會走嘅。而家最新呢，就真係會傳佢去教巴西國家隊。
睇下最終係咪真係成真啦。意甲呢更加緊啊！咁上週曾經國際米蘭同埋拿波利就同分，咁就即刻有報道話：喂，會唔會相隔多年之後再有冠軍附加賽發生呢？因為如果兩隊同分嘅話，根據意甲喺23年再重新訂立嘅規矩呢，唔理得失球差係點樣，就一定要打多一場附加賽。但係經過尋晚之後呢，都唔係好明顯流力歐聯情況之下，呢場輸咗俾近排戰績狀態非常好嘅羅馬，令到贏波嘅拿波里又 hit 翻住3分啦。就係要睇下呢嚟緊呢2場嘅歐聯比賽對國際米蘭嘅影響有幾大？究竟拿波里會唔會把握到呢個嘅情況？喺剩餘嘅4場比賽可以拉開優勢，早啲可以攞到冠軍，定係一路會咬到去最尾嗰場呢？咁我諗西甲同埋意甲嘅冠軍爭奪就係而家季尾大家需要睇嘅一個看點啦。咁就再次恭喜利物浦同埋史諾。雖然未能喺其他比賽嗰度叫糊，有機會攞第2項、第3項嘅冠軍，但係聯賽冠軍含金量一樣都咁高嘅。但係正如我上集所講，球隊就真係已經要為下季部署㗎啦。慶祝還慶祝啊！但係部署亦都要同時間咁樣進行嘅。咁呢集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